明仔载开始是中秋3天的连假，有真侪民众拢已经排好活动咯。气象局是提示讲，未来这几天嘛是受到东北风的影响，所以北部跟东部的正方面较敖落雨，其他的所在过道嘛会落雷公雨。因为最近云是真高，中秋敢有法度看到月娘咧，再个看运气咯。明仔载就是疫情解封了后的头一个中秋，真侪民众准备要去航马兼佚佗。气象局表示讲，这中秋连假的气象形态和这几天是差不多的，特别是北部、东北部会有局部阵雨发生。中秋节跟假期的头2天呢，甚至呢到星期天、星期一呢，这几天呢，我们都是受到环境吹东北风的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比较容易有短暂性的阵雨出现。那另外新竹以南大致上是多云到晴，下午过后留意靠近山区或者是靠近山区的平地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发展。另外，水汽一阵煞入来，伫分量有较侪情形之下，今年中秋航马要看到大粒又个水的月娘，确实有困难，特别是北部地区的民众正需要运气。北部局部地区或东半侧云量比较多，所以可能要在云层的空档早早看月亮。那至于在新竹以南，就等到午后发展的云气消散之后，入夜之后，就比较有机会可以看到月亮。气象局提醒民众，在连假期间，日时的高温会来到30度以上，民众出去佚佗也是要注意防止晒日头。另外，这礼拜和后礼拜一，也因为这东北季风开始变强，北部地区温度也会降2度到3度。记者林旭凯台北报道。